了就是讲公路，去哈拉，去这个游山玩水，到中间的时阵，我利用去小酒，小酒用到小酒，我哋这较顽固，较调皮，这用路就是死无走。但是呢，伊要走入到这个洞内底，看到引导先人，就是讲伫遐特别是有引导，所以伫遐引导先人来讲，用引水的做一个这个公路，伊这个世间无烦无恼，但是伊这个世间，而且感觉享受人生的富贵，但是总是你能得到实现的解脱，你能得到真理，所以有去修行的，来这个解脱。因此呢，这个公路听到引导先人来讲，所有的内容就是讲，所有的公路，你若来都来，这内底有一个先人是在修行，这个先人伊有足好的办法，咱大家来听示范。所以说公路走入来到这个洞内，当这个外洋精神起来了后，我一寡公路走入去，然后找无人，找到这个洞内，然后我一寡公路走不下来，所以呢，内底有一个有一个修行人去修行，因此外洋作死。是为什么啊？你记得我叫我这个路，这个所在，我公路能走下来，这样奇怪的，奇怪。所以你的时辰我利用来说，我在手机上你以前手机上我看伊研究所以呢，先大概的样。对引导先人会进行道歉。你会感觉你会听话，我袂听。你有亲像我无亲，医生都是所以引导先人当然对于修到受益到发展到有心有心到你伊嘛有一个